也若苗栗的山區災情嘛不哩嚴重，南莊的石壁橋未過，也若要去鹿山甲鹿湖部落的車路未通，有12個居民掉佇咧山區。另外要去溫泉區苗62線，也閣有去大興村的62之1線，4個攏有石頭放落來，公所出動重機具來處理，希望下回會當通行。路軌攏落落去，一撮真大撮，這是苗栗南莊苗21石壁橋路段，因為路袂堪的大水一直沖，山壁一大片攏崩爛，因為其他的路段也互這個土石攏砍掉咧。因為我上面有那個，我就那邊有開農場的，我要去看有沒有怎麼樣。另外，301農路也出現路基崩落去，對遠的所在，因看到山壁衝出來一條溝仔，農路因講攏無去咯，敢若剩電火條啊，踩佇遐。當地民意代表講，即陣當地交通是攏斷去，內底要部落民眾袂得出來。據了解，目前鹿山部落有3名族人，鹿湖部落有9名族人受困中。另外，伫124線24公里的所在，發生路基崩落，有遮個路基大部分受岩殘，官府趕緊囥一塊一塊護欄看篷布，也閣灌暗土，維持單車道雙向通過。也佇泰安鄉，毋那淨山溫泉區的路放棄淹水，後山通往南山部落的大安聯絡道也出現真濟土石崩亂，造成真濟路段是無法度過。當地村長講，這擺風颱雨落甲實在有夠大，有夠多。早上先架雨量桶嘛，晚上回去那個雨量桶全部滿出來，我就沒有辦法測到底是多少毫米了。哦，因為那個雨量桶是350嘛。因為官府也講，有天氣變較好啊，安置佇南莊、泰安甲西潭收容所的這民眾，攏佇下晡轉去厝的。泰安鄉的交通部分，公所是利用禮拜日時，對着通往大興村的62之1線，也閣有通往這個溫泉區的62線，趕緊來進行搶修。人不多，只不過是希望能夠把這個道路趕快搶通之後呢，他們的生活就比較方便，也不會造成鄉親的恐慌啊。在北岸啊，哈，因為雨下太大了，那些坍方也蠻嚴重的，變成兩邊都不能過。溫泉區的業者是講，當地業者甲遊客暫時安全無問題。也若公所是講，62線有個禮拜暗時會使搶通，不過這幾天山區土石也是真無穩定，民眾若是無必要，盡量莫去山區。記者綜合報道。